2022新世代主播夏令营课程规划丰富多元，就邀请南台科技大学资讯传播系黄崇义老师为学员讲解元宇宙的概念甲便利，并向学员解说元宇宙是如何利用 AR、VR 等科技产品串联起虚拟甲真实两个世界。可能有听过，可是呢，不知道元宇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应用。那其实很简单，元宇宙就是下一代的网际网络。下一代的网际网络有什么样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什么？它是整个是沉浸式的，就算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也可以感觉到我好像到另外一个空间去。所以这跟以前我们只是看荧幕不一样哦。我们现在是整个人投进去到这个空间里面。除了听老师讲课，也让学员家己动手画出人物角色，透过 App 的帮助，让角色动起来。另外，课程中也安排学员体验做虚拟偶像，科技的进步，让人印象深刻。可以吗？可以了哈。那你可以讲话之后比动作，来跟大家用挥挥手。嗨，大家好。哇，你看他就跟着走，对不对？这堂课就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因为元宇宙毕竟是一个就是未来的趋势嘛，那可以借由这次的机会，然后就是接触到这个新的科技，我觉得蛮不错这样子。那你过去了解元宇宙吗？过去就是比较浅，然后这次就比较深入的去探讨它。觉得虚拟主播这个课程你觉得怎么样？很有趣。怎么样有趣？讲一下。就可以感受到未来的样子，可以换自己喜欢的衣服，然后把它打扮得很漂亮。然后还可以讲话这样。对，然后可以模仿动作。很有趣。下晡课程就是让学员亲自敲定做记者提问。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也特别派出2位主播秦碧纯跟郭文吉，教导采访的技巧加注意事项。你讲的时候你会拿对自己，对不对？然后我讲的时候你会对我。对，那一般如果说我们摄影机在前面的话，通常你会请受访者要对着摄影机这样讲，对不对？然后你麦克风拿的时候，你就是变成要注意这个麦牌，好，要让它出现，所以通常会是这个角度。你们不能拿这样子啊，那你拿着，有的记者拿这样，是不是把人家的脸都挡住了？为什么你想要当主播？那就递给我这样，对。我觉得那时候在大学念的是新闻系，我觉得这个行业对未来可以接触各种人群，那对未来的出路很有帮助，所以希望走学以致用的方式，然后来走新闻系这样子。那觉得走到这个系当中，也觉得学的东西真的很多，那也可以接触很多到不同的人群。前景台南20活动的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每当规划举办精彩活动，每一次拢受到热烈回响。这次活动将带领学员了解新闻媒体幕后的工作内容，透过采访演练、念影、写稿、报新闻等课程，让学员体验做记者甲主播的趣味，并邀请业界名师授课，针对新媒体时代元宇宙议题，甲媒体适度受用来做讨论。望学员一边算一边学，锻炼大量提升自信，并将新旧媒体所爱具备的知识甲技能融合，培养科技媒体时代必要竞争力，建立成为有智慧、乐听大众。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